双才啊，请那个魔王出一下声音好不好？黑鬼派每日嘅电台。第2届总冠军呢，是啊，而且到世界各地去巡回表演，是我们客家人的骄傲。骄傲。余音绕梁，魔王请出声。一鸣惊人。哎呦哎呦天爱有自然的 echo 哇，哎。要魔王一球哦。三姑娘啊，苍啊，心魔哟，我从我的心上，老热大擂台，老热就下来。好好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嗨，你们为什么今天那么嗨？对啊，今天很嗨哎。今天又是魔王赛啊！对呀，对对对，唐公亚礼拜魔王够卡利会。哎呦呦呦，哎呦，非常期待，大家接受今天评审现场。起这个欣赏，起四个欣赏，六个欣赏，五个欣赏。参赛者2-1组，出场选出1位魔王进行 PK。3位当中分数欠大的，也希望达到88分的强势淘汰。黑公强分就由评审开会讨论看卖人家。你们阿公冇来？阿公哎呦，阿公这位那也。阿公，我想要去踢足球了吗？哦，某去深圳，深圳干嘛？哎，民歌演唱会。哎呦，哎，又在搞那个有红到深圳去。有民歌现在各个地方都很红。唱台语版。广东版。因为哈，冲100就是收100啊。哎，不要这样子乱讲话。你们不要放错重点，重点就是我们要把握当下。对，所以你今天要讲什么比赛规则呢？叶老师没来，好可怜的。对，很可怜。哎，唐公还无来时间还没动出歌啊，嘿嘛，冇啊。哎，我有监视哦，我跟你讲。冇，有唱到起这位先生讲规则。哎，龙松的礼拜强有当到高数的挑战吼，当然啦，比赛了下基本的音准啦，还有节拍要注意以外，今日比赛嚟出用歌曲的精神唱出来，还爱用这个味道啦，还有特色唱出来，就有机会打败后面门后面的魔王，门外的魔王，好吧，加油加油！有请我铁主来一口，空音。好，欢迎来到舞台当中。两位好啊，好，两位出道，你好，系啊，做强下雕魔王都sau嘅。強下加油！基本上兩位就這個剛剛就係魔王的樣子的。哦，係啊，兩位都懂很厲害啊。那誰要來抽？手機。好嘞，那就來楚康老師。來咯！好，楚都來比魔王嘞。嘿嘿。哎呦，慢你。來看一下，文武雙才啊。文武雙才。會文會武哎。會武功啊？哎，我們人家魔王參賽者當中有會文會武的嗎？是上啊。會唱歌的挺多的，可是會舞的好像嗰種有啊，記憶中好像沒有哎。請那個魔王出一下聲音好不好？魔王一鳴驚人。空氣是會燒發酵，心中唔會停止，黑鬼派每日嘅電台。我們歡迎魔王出場好不好？來。嘿。哇！古斯姐。呢一把轉來呢係用魔王的身份轉來唱歌，所以我帶了一條歌曲按到你一個人我一個人是蒙太高。第2屆總冠軍呢？是啊。哦，難怪你可以捆頭台。就從細家就開始比賽嘛。對。好，就看着他的蛻變，看着他的進步。是，也看到他的認真，對，真的，而且到世界各地去巡迴表演，什麼新加坡啊，什麼，很多，對不對？會一起出去演出，是啊，是啊，哇，好精彩的人生哦，蠻精彩的，你是我們客家人的驕傲，對。魔王今天要帶來什麼歌？你一個人，我一個人，一個人啊，一個人啊，苦念泰國，苦念泰國。
无人。亮山南沙梦中人，哦，南沙梦中人，一口吃茶，吃茶。哦，是茶哦，清真嘛，是茶。好，来，打过来。给做草是的，什么爱，都给做草是的。到烽烟自己不要，记得从我很的美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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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，来是他啦，来是他啦。山间残水流，看天边有什么理由？孤单的心为伊等候，痴心等候伊的温柔。难散伊的情，难散伊的心。梦中的人何自由？当当一个人，负心依求，心海茫茫路悠悠，天心为伊流，目则不甘流，缘分下都。难散伊的情，难散伊的心，梦中的人何自由？当当一个人，负心依求，心海茫茫路悠悠，天心为伊流。甘流，
慢慢来看见，记你很稀罕可能对将来，不过有个不认改，伤了肺啊！伫爱七角中不行呀，不管去不去就硬配爱吞解对，你只该应该黑暗哟，走不走的他够疼爱生日。假使有你为你动情，你就不是对爱有认真，爱只该你没关系，关心你俩共同拥抱，一天一变日，爱的休憩。分享给你讲，该年天够秋莫去，你只该你敢黑暗哟，走不走的他够疼爱三日，假使有你为你动情。就不是对爱用认真，爱只该你没关系，关心你俩共同拥抱，一天一变日，那个休憩，都分享给你讲，该年天。够秋莫去，够秋。新梦大家。哎呀，多么深情的演出哈！哎呀，太感动了，女歌男唱，啊，亚军的歌啊，对，亚军的歌，男生唱起来多了一份孤独，哎，不会享受孤独的快乐啊！唱出那个徐哲伟老师的心声。你也是孤独老人吗？没有到老人啊，中年人。因为我想我们看古圣杰一路台哈，一开始声音的比赛时间唱歌就是直通通，冇乜嘅特别的感情。不过经过按多年，给感情做当好，那个有收有放的感觉是非常厉害的。我们姑且不论这 R&B 的形态，我觉得他在这个歌曲感情当摆度，给用的那种收放自如是我觉得很多参赛者要学习的。对，搭配今天的编曲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小康老师，你又看出我心里想说的话了，透了，哇，超透的。好，严肃的来了啊！来讲T组的一个比赛，先来讲，我们还是女士优先哈。我一本以求很大的鼓励。你比赛第八度当时有看到按泰淡的线条中的歌曲哈，这首歌曲他在唱的时候，他完全让我想到范晓萱。哦。客语的范晓萱，范晓萱有很多歌，她是很古灵精怪的，也有这种转型配外度，她完全要跳脱出以前国语歌曲的潮旧，唱起俩唱的卡嘎歌，因为老师用欣赏给他歌没懂特别，很难得听到这样歌，再加上又要说小康老师了，我觉得他帮这首歌加太多分数了，因为佢嘅编曲哈，本以曲啲。台当唱歌诶，让这首歌完全不知道是
是罗世荣老师的歌，迄几几个以歌曲。为那是他自己的歌。嘿，我没看到伊条都比赛一开始当紧张，可能几个乐手，李哈龙、小康老师合作，完全非常的 match。小康老师还取样那个早期有没有？对，那个年代不得那个已，不得已，管路对，有没有？我这当有感觉的一首歌曲，不过我还讲吼，伊条因为佢客家话可能还无按章，佢听起来伊听到本太感觉讲，你倒带你的创物界吼，你有几只音讲实在啦，无嘛准。不过今比安尼表现来之后，让我很惊喜。好，过来讲口音太高哈，我就觉得你一开始唱歌都必须都厉害，你大概都打安全牌，比都厉害哈，我知道你要有点点突破了。特别係你看到按到人，按到线数啲线歌當白哈，有懂到不同的東西。跟基本呢，我知道懂得尾音的部分，特別是那個尾音的 key pitch 都掉下來了。心海茫茫他注意的位，好，然后其他的就是柔情有了，诚意也有了，不过我吃到就是少了一点打动我的感觉，好，那这是我的一点意见，加油喽！好，按直接，按这个看分数了，好不好？先来看赖可的分数。哇哦，当高分呢，哦，来看下一位。嘿，孔音的分数。打爽，好，还是要看一下魔王哦，魔王有可能我输安尼掺水炸呢。哎呦，来看一下古生杰嘅分数。来。93分哎，同分啊？是，是。那你下次可以来当魔王了。对呀，对不对？下一集好不好？做对了。啊，你参赛者。好，真的非常谢谢3位了哈，谢谢盛杰哈。盛杰，谢谢你，非常精彩。继续的发扬我们客家的文化，继续代表我们客家。对，要靠你们这一代年轻人了，好不好？加油！那恭喜你，恭喜你赢了哈！空音太高，拍摄，顺利，哎呀，比赛主要呢，好，好吧，我都喊100个人呢，变了呢，好不好？加油，顺利哈，慢慢搞，拍摄哈，安尼就看下一组会蔓延。好。其實我早上一出門之前嘅都知咧，準備一定唔會多，因為有問題演技嘅問題，還有各方面嘅技術，所以希望以後有到大家要參加嘅參賽者，一個建議，都會平常都加強自己嘅實力，將人嘅客家嘅歌曲傳下去。好了，下一組陳崇軍、楊麗子，歡迎來到舞台當中，歡迎。哎呦，甲較送一組嘅後生嘅團路人甲咧編吼。哎呀，組攏後生嘅老後生嘅。哎呀來自台南關田。台南關田。關田是出總統的這個家鄉。對，還有菱角的地方。對，菱角，還有菱角。15年後偷我一票。哎呀，好，沒有問題。那台灣完蛋了。喂。哦，你要抽啊？那你來自哪裡呀？桃園。哦，桃園啊。桃園出。桃園關田啊。沒安到關沒有關田啊。哎，還可以看一下。看到覺得不太妥的就放回去。可以再拿起來，在裡面還看一下。那一萬年啊，哦，這一個強哦。對啊。音浪太強。來看一下空中最強音。哎呦，空中最強音！哎，我們的參賽者係沒有一個鐵絲比樣機哎。哦。有沒有一個印象中？有，對不對？他是在早期那個時候。你那個時期。20關。對你那個時期。你10關的時間有來參加比賽過？對，有過關哦。有過關啊。有過關哦。 20關衛冕嗎？
擂台组。擂台组啊，那个擂台组是有过关嘛？社青组的。啊，我大概知道是谁了。就一斯比昂吉。来，一鸣惊人一下，好不好？来。盘旋芥子叶，云烟难回头。情人并替我已走，亲相开双桥。虽然你教我，哎，真的有像有腔，是 Beyond 歌龙兄哎，哦，那就抢你出场喽！魔王，请出场。欢迎魔王。太过后日头拉拉，前面的路路途弯弯。刚刚那一只 stand 你是用来干嘛的？我看你从头到尾好像扶着他就扶着它而已。就是想要甩这样子。哦，对，然后后来很重。那就抢你出场喽！魔王，请出场。欢迎魔王。刘基。罗哥，你好，刘大哥好。今晡日非常歡喜，又轉來鬧熱大擂台。不過今晡日是咪轉來打吹鼓嘅喲？係愛轉來做乜嘅？我做魔王。既然愛做魔王，我就愛帶來一首較有氣勢嘅歌曲《客家英雄》，希望大家會喜歡。你非常歡迎嘅，對呀。看到佢要講嘛？冇呀，冇呀。講咩啊？唔可以讓我年輕好啊，睇嚟講發出啲嘢。你看一下按三兩，對不對？對不對？面善心惡，面善心更善。面善心。不要，哎，小可愛，你不要有負面，你不要有負面的情緒。他們有很熟嗎？他可以這樣直接講。面善心惡。面善心惡在這裡啊。你這是笑裡藏刀。他背了好多要來攻擊你的，對不對？長君，哦，你有聽過大哥唱歌嗎？剛剛啊。對。剛剛聽了。對。哦，陳師講對。對你來講會有壓力很大嗎？會，感覺很有經驗。是嗎？感覺很有經驗。真的好。那長君今天要帶了乜嘢歌？勇敢的客家人。勇敢的客家人。他唱這首歌。對，今天想要挑戰自己一下，就是拿出因為他之前都是唱抒情歌比較多，抒情歌比較多，今天帶了動感的，所以眼線也紋上了，就是比較搖滾的感覺，比較搖滾。對。那劉大哥呢？客家英雄。客家英雄。哦，兩條歌嘅，嚟。新時代嘅戀愛。哦，3條歌都當我彈嚟彈過嚟。身材3條兩耳偏無衰，感情不少唱翻款譜我改，新嘅時代，新嘅戀愛，有飛唔跳走到用書背，路頭路面也咁難強對，愛去讀到為實實面板開，阿妹愛。前世莫惜，用來唔讓人個在。心中阿哥討厭妹，叫上電對還有好身材，3條兩耳偏無衰，感情不少唱翻款譜我改，新嘅時代，新嘅戀愛，若非唔曉走到
心阿爸唱本来伊万水，本来气象行路，从暗夜行到天光，从天光行到暗夜，大地立马冲连山谷，伊在迄家休山yên，假使含有机会，假使含有利益。总是还算面对问题，继续行下去，你做得叫，你做得笑，嘛做你嘛变也个感觉，不惊风，不惊雨，你爱勇敢地行下去，你做得叫，你做得笑，嘛做你嘛变也个感觉，不惊风。不嫌困难，坚持下去，一定会分全世界，通到演个双赢。你做得叫，你做得笑，嘛做你嘛变也个感觉，不惊风，不惊雨，你爱勇敢地行下去，你做得叫。勇敢地合家赢，合家赢。父子天，万福英雄泪，不惊见心路，日日有情义。祖宗天留下祖宗言，祖宗行传下祖宗上，面对挑战，冲破难关，行出客家英雄路。
什么睇時間啊？哇！你了解過，係你咁樣寶刀未老啊？唔敢，都如跟年前一样。所以因为他保持这样子的那个唱歌的那个态度啊，所以他常常被受邀到所有的表演的地方当特别来宾。所以啊，這有最近都會表演了。上市了。上市。那個場均，剛剛那一支 stand 你是用來幹嘛的？用來安慰唱歌。我看你從頭到尾好像也沒就扶着他而已，就是想要甩這樣子。對，然後後來很重。對。好啊，來，老師有講評請許世輝老師。 OK， 3位要準備表演以後哈，我們先從劉大哥開始。你準備唱歌的感覺就係講客家英雄，不能唱起來是我的感覺是一種很斯文的客家英雄。好，然後曾經帶着很高深的武功，然後感覺就係講，哎，我有一個很不錯的彈指神功，然後可以發揮的感覺。所以我覺得你今天唱這首客家我很喜歡，我很喜歡。好，接下來呢，就來講，我先從女生先開始好了。麗珍姐，其實你今天的表現，我感覺講，因為樂曲本嘅節奏律動來講，然後你唱歌的方式其實係冇乜同樣的東西，因為它的東西呢，它是比較屬於16 bit 的狀態，哈，就係講的 double beat 啦，然後帶一點 funk， 所以呢，你唱歌嘅律動的感覺，即係思咬的感覺啊，你做得夠跳動一點，因為你唱的方式呢，它傳統，那線條性比較有，不過你搭上它的樂曲的配樂的時候，你就會感覺是兩件事，冇同樣的事情，好，冇同樣的事情。所以可能講嚴重嘅方還是感覺還好啦，不過感情底杯呢就顯得平順了一點。就像剛剛這位老師講，你唱得清楚就會記阿妹愛啊，有只提阿妹愛啦，係啊，但阿妹愛唱得清楚哈，我也認同這一點，我也認同啊。所以說希望講因為人家都做一隻歌站，好，所以講我要當一個歌手的話，你一定要有自己的風格之外，不過有個性類似不一樣的歌曲的方式，你一定要給自己不斷的嘗試。好啊，長君嘅話呢，就會講長君，其實我覺得你還蠻勇敢的，你比真緊做，我想會做一個勇敢的客家人哈。今天做得非常好，不過呢，比較可惜的是你今天失誤很多，哈，你自己知道嘛哈，你今天失誤很多，雖然改變是一件非常好的事，有上市呢，可能甩不起來算失誤嗎？算失，我的怪算，因為他已經麥克風打到他的嘴唇了，對，已經打到了，所以已經算是失誤非常大了。所以說，你喺做安尼動作，你不過也喺比賽，所以你會注意到安尼方式哈。啊，就會講，還有今天的音樂跟你所唱的歌曲，你所要表現的樣子，沒冇嘛同樣哦。也是沒有對到。所以可能的話，你可能在歌曲的選擇和你唱歌的方式，你再聽仔細一點，你要什麼樣的方法會比較 match？ 好啊，這個部分你可能要注意一下。好 ，OK， 安子 C。好啊，來看分數哦，來。好，先來看楊麗珍嘅分數。謝謝老師。88分，發，哎呦，很好啊。好，來再來陳崇權的分數。89分呢，那繼續加油哦。哦，劉基義的分數。來。62魔王的分數。我今天比較，對啊，比較 shock 的是，怎麼就89分？只有差1分呢，就1分之差，就差在羅國立老師嘅啦，係啊。還有一分其實差在麗珍你上台時間，一個音樂出來，線上本來音樂係按搖滾嘅，按輕快、按熱門嘅音樂，結果呢，你就穩穩的企在舞台中間，乜該動作就冇，佢就本來的一些些的聲望。那當然講好，這個小細節往往就是在勝負關鍵差1分的時間就勝負出來。那長君呢，佢雖然講佢沒上映，一個狀況也沒清楚，但是至少他的律動，他在舞台上的律動有做出來。
去有老嗰種身體，到肢體語言到堂吉創員工，我就是在唱快歌，我要感染你們的氣氛，要一份茶都要，係咁嚟嘅，哦，所以但是比賽嘛，就會有勝負嘛，哈，加油啦，就咁嚟，哈，謝謝。好，謝謝老師。好，按住先哈。今日就倒車那劉記哈嚟劉大哥，係啊，什麼你？係啊，希望以後有機會多來啦。好，係啊，冇問題。恭喜場均哈。你要繼續加油咯。才贏1分而已哦，這個哦還是要加油一下。啊，排謝啊！唔該，加油加油啊！哈，這樣來哈。啊，謝謝。今天是魔王賽，那麼我輸給像我兒子一樣年紀的陳場均，那麼我希望他繼續加油，拿到第1名哦！謝謝大家。好，歡迎一組，陳飛雲、劉品成。好，來到舞台當中，你好。你好哈。兩位都同屬性的呢。哦，你屬性是年紀比較文青類，文青類，可愛版的。對。數一下。哎，剛才數到滿意了。看這一位魔王到底是誰？來，滿妮。什麼？哇哦！客家的 Beyonce。這個是大炮管的咯，屁股應該很大，對不對？哎呦，人家身材很好，很好，看那個剪影就知道，哇，好瘦。剪影你看得出來？剪影的，對，你看，該 V 的 V。那我想他聲音應該是那種非常強悍。對，強勢的大炮管的，來，魔王出聲一下好嗎？一鳴驚人。頭把嘅一切就奔風帶走，未來嘅散發，千萬不愛。好，知道了哈，他名字有個吉嘛，對不對？對，叫吉娃娃，對不對？沒有，吉娃娃是小型的，它是大型的。哦，柴犬。獒犬嘛，它應該屬於獒犬級的。來，歡迎魔王出場。吉娜。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吉娜，今天來到鬧熱打擂台當魔王，各位參賽者，你們小心哦！吉娜，你今天有穿鞋耶？對啊，那雙鞋已經投胎了啦，我把它封印了。我不習慣吶。真的嗎？對啊。好啦，我下次送給你好了，好嗎？不用，沒關係。每次來都要 Q 一次我的鞋。哎呀，要恭喜他，恭喜他！哎，恭喜他！最近要出唱片。哦，是啊，會不會要結婚了？恭喜恭喜，唱片大！在場人人有份，沒有開玩笑。因為讀都要叫他大魔王哦。你看他有多怕，怕到都快把我擠到這邊來了。不用怕啦，姐姐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你確定我人很好，真的。你確定她是姐姐？啊，就算不是，我也一定要說是姐姐。手下留情。兩位不要怕，剛剛哲維老師講過，遇強則強，好不好？對。那你要小姑，你今天帶來什麼歌？孤雄嘅荷巴。哦，孤雄嘅荷巴。哦，後堂。童年夢，童年夢。童年。衰唔踢。來，等我。心落愛拄嘅樣貌，偷偷深藏，故鄉嘅荷巴全無走樣。薄當流油口是嘅通通變出童年嘅夢想，何碰也要將阮嘅初戀，可惜無由來分享。
将往事都迷惑，谁人的气势已迷落，故乡后背有山河，点点滴滴记彩路。童年梦真真假假，少年盼起不敢。春夏秋冬彼思索，世事只穷梦中落。情意难杀，百年的事东东。从梦中落，故土难离，情意难杀，百年的事东东。夜风吹，夜给跳那么流了一点情哟。我如果唱歌有你这种律动感就好了。啊好棒哦！你啊，真的吗？就客家 Beyonce 对啊因为我是胖子界的唱跳歌手。我对你印象唔美沉呢。你有嚟比歌嗎？冇，冇哈。應該專門到竹東嚟聽唱嘅。目前资料上每一个都是冠军，可能是亚军的有拿掉。哦，哎呀，夜空繁华，牵引爱的充满。哦，胸都错按不同，一穷下看天阳。哦，
啊，不，我是吉带牧羊犬。真的，我如果唱歌有你这种律动感就好了。啊，好棒哦！你真的吗？是客家 Beyonce 对啊，因为我是胖子界的唱跳歌手。哎，其实还好，这趟来看你比较瘦了，真的。唱跳，我今天没有这么不容易发现也被发现了，谢谢，真的有哎。跳什么啊？跳什么？对啊，哎，那个不要乱 Q。哎，真的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我只有2招，谢谢。等一下，我们这边要申诉，我们这边的律动感也很好。哦，小 Ken 老师，小 Ken 老师，来前面一点，跳。两个尬一下，来。来，你也下去啊。还有，我们美浓的代表有没有？美浓的代表。来，很快啦，3个一起，为什么要加锵的？好。等你们老多还要节目走吧？不是我们这节目疯掉的吧？来，奖评来。那不然尤兆奇老师。好，那个 Give me some 哈，表现那个不一样的风格特色了哈。先讲吉娜哈，吉娜其实你要律动感哈，这个讲说客家嘅碧昂斯哈，真的是实至名归。那中国的实力啦、功力啦，还有在下国的水准准备当狗，所以这边先恭喜你这个有新专辑要发行。谢谢，哎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加油。郭文姐 ，Give me 真嘅跳紧张啊。哦，太紧张了，所以有更多在狗屎和那部分哦掉词了。你要嗓音懂优哈，非常悠扬悦耳，非常好听，而且带了一个内敛的温柔。其他部分哈，这是你一个特色。其实你的嗓非常优质。哦，希望告诉我今日某些有请熟退以后哈，希望韩国继续来参加，哎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品成哦，品成今日有一点点的失望，就讲童年梦的是国语哈，其实没算难度懂国语，那已经流传非常多，因为泰卡全部会冲了哈。但你这样有调词，然后。他是摇得太忘我了。对，然后个发音的部分，然后还有调拍子的部分哦。你要很注意，已经进入决赛了呢，要部分呢，而且你刚刚那个每一句的后面都抖音抖得非常的厉害，所以做比赛的人哈，就在参加好，我们要步步为营。尤其我们实力不错的，要入决赛的部分哦，快点，你要对自己要求要更严格一点。哎呀，好不好？给你一个小小建议，是吗？谢谢。好，按仔细哦，你们的分数按呀规定讲88分，用米比哈，跟魔王比，那个是输较少分那个杀出被淘汰嘛。错。但是参赛者那个是冇到88分的发，最有可能是被淘汰。暂时淘汰。暂时淘汰。哦，那就来看一下哦，陈飞分的分数。来。85分。刚才太冇到88啦。哦。但是也哈加个分数，那个是洋气。但是冇到88，没可能暂时淘汰。好，安尼清楚啦，了解。好，有清楚。刘品成嘅分数。那黑公安的相同85分，就两位强势淘汰。不应淘汰。哦2个人很大的失误。感谢太感。你到底来这边干什么的？你不关我的事啊！你吓到这样子哇！那不要评分了。吓到一个泰瑞斯都忘词。也是要看一下啦，因为刚刚前面2个魔王嘛，都93分呢哈。老师，我会送你们 CD。看你的分数有没有超过那2位魔王的也可以啊。超过那2位魔王是吉娜的分数。哇！谢谢，是梦欣赏，谢谢。97分呐，还是你厉害。坊间真的卧虎藏龙哎，卖早餐的可以分数这么高，你看。
真的。我要代替你早餐界，谢谢大家。没有他的，如果他的那个唱片出来的时候，唱片大卖的时候，明日之前那个早餐不卖了。对，某时间卖呀，马上就不卖，马上就不卖。今天拿97，我明天就不开了，因为太高了，是不是？好啦，谢谢你。今的歌词嘅落幕片有翻嘅，希望一種快幕片可以好好嘅改進。下一次再請機會來同大家比賽，感謝大家。睇先哦，今半日嘅表現無欠理想，再來10分，免去照先生嘅指示來改進，係咪有希望有機會來帶俾大家最精彩嘅節目，加油！好，又係傳統組嘅比賽。出擊！哎呀，咁樣魔王 PK 賽啦。係哦。咩魔王咪當強哦？誒，香港一路入去咯。有啲盲食來過人嘅節目嘅呢。我媽盲食看過嘅。係啊，厲害。厲害咯！嚟，叫上評審先生啦。陸吳先生、李秋霞先生、蔡傑先生、黃佩樹先生。那個唱先生的公平嗎？係。冇獎金挑戰賽。我有看到紅包。哎呀，紅包要拿出來呀！有一位來自台東嘅小朋友誒。睇細阿妹啊？唔係客家人呢？唔係客家人。係啊。台東。台東福島一片台北來嘅，一件嘅你話。啊。台東一片。對啊，佢搓邊唔係搓火柴，慢慢地擴多日啊。加件又可以啊。又較做多啦，所以啲嘅火柴站搓電差唔多4-5點鐘，咁坐捷運坐過嚟日啊。為了創意蔬果誒，等你4-5點鐘。冇，穿3件一樣啊。穿3件一樣咯，咁希望可以拿到獎金嘛？對，希望。連一片帶來平白。我嚟睇下啦。唔好講客嗎？會啊。會。用客家話論他個門來位哈，對，一點點啊，一點點就好，能會多少講多少。大家好，我是誰？大家好，我係林葉欣。今年幾多歲？12歲。12歲。係點嚟嚟啊？台東。台東。誒，講到東張呢？我是原住民。原住民是嗎？是那個眼神很深邃，很好，很漂亮。是哪一個族的？阿美族。阿美族的。你好，誰教你那麼厲害啊？吳芳梅老師啊。乜老師？吳芳梅先生。有來嗎？吳芳梅在哪裡？他有來嗎？啊，老師陪你來是不是？老師好。跟老師要搞幾唱客家歌，係啊？有係。
张奎是甲搞去唱儿歌，啊，迄落都小跳，现赛的时节去小跳，小跳拿到第3名，来讲上个拿较好的名次推动比赛推动演赛，较好名次你就要唱客家的散台跳，啊，就先搞去3个字，哎呀，下张搞去平板。哇，厉害厉害！哇，老师也非常用心啦。来看一下，今日有办法来拿到奖金好，那就先有请到罗英老师说奖评喽。来。好，俩小弟弟哈，应该因啦，应该上任强荣都当奖，哈，当下因，所以呢，你从俩3个。唱得出来是当堂位嘅学生儿，就是老师怎么教你就怎么唱，所以你能够把老师教你要表达的韵味都有唱出来，都有唱出来。所以讲因为你今日谁来音，不管是其实不管是谁来呀谁妹哈，都台给世界都有换声期。好，那换声期的时候，你那个。假音跟真音之间要怎么转换？我觉得其实唱多了反而是会伤害自己声带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建议哈，就是不管是线上在教基的时间哈，然后其他唱的时间，有觉得好像那个音自己唱的有一点点害怕的，或者是要唱到假音的感觉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不是就可以避免？好，譬如讲应该听一句哈，来结演，来结。然后你又加一个来再演，对不对？那个来呢，你就唱到高音，哈，所以那个字就很明显的听出来比较虚一点点。那是不是就不要唱那个字？好，用溜啊哦把它带过去，用一样的音高唱过去就好了啊。这是我的建议，也是保护你的声音。那当然还是很希望用你最好的声音呢，继续唱我们的客家歌，继续加油，是梦一，谢谢。这些哈，就他们这个天生就是有那种很美妙的音色。对，还有那个细胞。是啊。语言呐，然后音乐啊，节奏方面呐。对。来看一下，你今天最后拿到奖学金嘛，好不好？哎，来，你也那份书。恭喜你啊，得到3000块奖学金来。奖金3000元。恭喜，谢谢你啊，谢谢安子 C 哈。那我们节目明年还是会继续再做哈。那你如果有机会有想要的话，可以来参加歌唱比赛。再来报名，好吗？好不好？好不好啊？欢迎你啊！谢谢，好好学3大调哦，加油！好来，回座休息，安子 C。好，你看到小朋友的哈，按精湛的表演以后，来。来比赛了，比赛之前先有请到罗英老师的讲规则。好今日呢为咗模仿来踢讲比赛，所以呢请参赛者来喊下用心来认唱。当然特别要注意就是你嘅咬字、喊腔、韵味呢嘅表现。当然最重要嘅就是拿出自家嘅实力，用轻松来唱。送大家。係啊，記住嘅問人呢？來請人總美雄。歡迎來到舞台當中。歡迎兩位。我團結啲響嘅排強下你。所以問人快提嚟咯。兩位都按強。係啊，哇！魔王快提嚟咯。魔王快提哦，魔王某一天唱嘅人記啲紅邊哦。係咯。哎呦，賴先生。魔按樣嘅客言啊，客萬言。客萬言。魔王。賴老師把他自己當作是魔王。他的資歷，他的資格已經是可以當魔王。唔該，佢即個搞出安多學生誒，你想看啊？對嘛？厲害呢。同魔王 PK 呢？沒有。他今天不知道來幹嘛的。你會緊張嗎？有麥克風，有麥克風。鬥小的。鬥小會緊張啊！老將誒，唔是緊張嘅。好了，慢點出，慢點出。凊彩出係啊。凊彩出，凊彩出。注意掌握。好，來。萬年咧，魔王。出道嘅係。哎呦。金牌歌后。哇。金牌歌后，根本就意味着。他參加所有的歌唱比賽都是拿冠軍的。到底多金牌咧？應該出省呀！來，魔王一鳴驚人。山歌了那唱了，秋開了桑啊！魔王請出場。
今半夜当欢喜，来啲闹热大擂台，我係來做魔王哦。今半夜我愛唱嘅係山歌子，唔到參賽者，卡成二到哦。我對你印象唔未深呢。啊？你有來比過嗎？冇哈，對了他以這比賽呢？但是佢冇來過啊，那是鬧熱大擂台啊。你沒有來過？沒有。哦。我專門到竹東係天春嘅比賽。哦，天春他天春熱啦，他有比過總統杯。哇，總統杯。衝過本總統堂過。冠軍啊？目前資料上每一個都是冠軍，可能是亞軍的有拿掉。哇！厲害呢！係啊。你有個，你記唔記得帶咗乜嘅歌？山歌子。山歌子。啊，經驗過咧。紗窗外。四個字。我帶來係山歌子。哎呦，係山歌子咯。來，彈下啦，來。沙中愛，夜照明又高，做個愛你，何必心又焦啊？哎呦，心焦肚呀煩惱。呀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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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得嘅奶喲。來了世界。
流水给我手机哈，有让哈惊为天人，我蛮好挑剔哎。抽到的是余音绕梁，魔王请出声。一鸣惊人。哎呦哎呦天爱咯，有自然的 echo 哇，要魔王一强哦。人生了百难言呐，喜了从来，运用给含了福啊，喜了风啊。你我了本那比呀，针对了错难，彼此又好了时呀，论断了窗难。哇，你制作单位厉害哦！哎呀，按用心啊你青岛安徽的声音浸啊，挖，安徽的有才能的沉水朋友啊，魔王挖出来。啊，给我记得嗓音是属于耐人寻味的，比较耐听的。哦，刚出来的时候细细的，有没有？嗓音没按太拱，对，按过蛮耐听的。所以啊，就讲加个贴后播的时间啊，他就没有发挥。哦，一出来，哎，音乐一下，猛用的猛。那个灯光有没有整个那个光洒下来就我哎。好啦，先有请到李秋霞老师来讲评啊咧。好嘞，今日三位吼，去到咱的舞台档啊，能够是讲实力非常的坚强。安尼今日安尼请演来请演唱了首《沙村爱》，那属于安尼态度唱歌的小调，哦，非常温柔的一首歌曲。普通那首歌曲是台湾声音来唱啦。啊，今日有人家写人来唱，那我有一种木腔那个曲风，啊，人家唱了那首歌，也唱了有样以后弹哈。一种嘅目标就沙村爱，哆来嗦啦嗦咪，那个西点音就会比较好听一点。沙中爱，夜照明又高。如果我要抓你的毛病，就是抓这个地方，其他以后。至于安尼面向国外，可能从家一落去，你这面白白多了哈。面白白多。真的呢。同时我感觉你今日一紧张，阿比落以後，你聲音就冇出來。係。你聲音冇出來，所以你今日你幾首歌唱出來，你什麼當到難音。讓你了高啊，起了。所以我感覺你今日真可惜，所以我感覺你今日嘅表現就冇往上按好，哦。至於咧，安尼咧，流水叫手指嚇，第一擺看到佢有人嚇，甲阿鳳講驚為天人，冇乜好挑剔嘅嚇，台風也非常刺眼，所以演唱咧能夠拿到冠軍，那就會你嘅強項，嚇。所以我今日呢，分數當然啦，多少各啥要按那伯仲之間啦，就阿啲面向講，唔講誒。你這個心裡有數，唔過人家今日反正係講有本錢英雄，人家係講分數拿高啲，賺你冇嗰種嘅，
失望。Happy， 很有机会，加油！来，这个来看下来获答的。好来，来，请两个分数。那个分数啊，你魔王啊，看到会强到，唔係啊，冇真準誒。哦，看一下那個面容白哈。張明雄嘅分數。係。因為一真勁有見中到啦。但是你睇分數係92分，很當好咧。係啊，所以今日係冇見中，冇俾一情緒影響到的話，秦彥國有得拼哦。哦，有得拼哦！啊，今天如果沒有碰到秦彥國，可能佢嘅其實有機會贏咧。有可能哦，每天97分哦。嚟看魔王嘅分數，流水橋嘅分數。96分，魔王就魔王嘛。哦，係啊。啊，謝謝魔王來。謝謝老師。啊，係因為係有機會上咗來比嘅時間，讓搞下嚟，好嘛？哦，啊，創完好，係啊，反正係舞台，冇上過比賽，出來創好堂嘅歌門，讓你鄉親朋友大家談啊咧。而且現在交通很方便的，哦，距離不是問題。誒，是，好不好？明雄爸，咁啊，下一擺來，下一轉一來。家己叫。加一叫，我打電話咁唔可能事啊！能叫1800、398。3年後啊！唔，因為人家簽字淘汰啲呐，簽字淘汰人家分數按高啊嘛。現場討論一本專門冇一天咯，對吧？哦，好，恭喜你！好，謝謝，香港恭喜！嗯，恭，你看創到好多壓數嘅。呼風氣太過用。呼風氣太過，分數好嘅話，如果仲係壓數，分數冇。下台。好，3位好，謝。係啦，下一組咯。下一組係乜嘢咧？嚟，夜晚魔王 PK 賽表現到無情理想，感謝大家對我嘅關心，希望大家。好，殺下嚟一組。劉水鳳、林明妹。嗱，歡迎來到舞台當中，嚟。歡迎兩位，行咯。啊。你係啲拔夢咩？係啲睇緊啊！兩位好哈。兩位有壽司嘛？見過面。見過面。必須按叫嘅。崇拜啊！啊，這啲係節目當中見過面啊。嗯。啊，基本上兩個係 PK 哦。係啊。同魔王哦。哦。你係咪叫上嚟啊？叫咗唔叫咗嚟啊？哦，真係啊？係啊。哦，看見片係叫咗嚟喎。點樣啊？點樣？他會努力。慢啲處一下，看處到慢嘢。阿妹子，係哦，阿峰哥。好嚟。曼寧。余茵茵。余茵茵啊！哦，小調組對唱3冠王。抽到的是餘音繞梁。餘音繞梁，餘音繞梁。所以他的聲音有3D 環繞的效果。哦 ，steady 哦。比剛剛的還厲害的意思。哦，5.1還是7.1啊？來聽看。來，唐寬是嘍。好，魔王請出聲。一鳴驚人。哎呦哎呦天哎嘍，俺都給陪我來。嘿，有自然的 echo 哎。要魔王一強哦。很強哎。唔怕，我們遇強則強，好嗎？好不好？好，來。沒關係。莫面貝貝啦。歡迎魔王來。魔王請出場。陳世平，你好，兩位主持人好，今日真歡喜，我唔係來做魔王，我係來做魔女。希望等下兩位參賽者一定唔好唱輸我哦，愛加油誒！小記子啊，是見阿峰過面哥啊，當壽司啊，當壽司嘛，係啊，見過面哦，有，咁你是懂多年呢？10多年以前，10多年以前哦，係客家電視台開台以後，
刚才接上台湾情客家歌嘅节目，然后记下位主持5位主持人哈，搭配哈，真的呀，有那么多，嘿，还记得吗？你记唔得嘞？伊出边呢嘅事情拢听不用去嘅，我们人要往前看，他都不回头。我刚跟着节目做台湾情客家歌，做希望有一個平台嘅舞台，本當到好唱歌嘅山歌朋友，還有個安尼山歌班嘅朋友，他下來都有個節目唱歌。表演發揮，對不對？不過屬於之前冇共用嘅哦，嘛家出嘅戲呢，加拿大、紐約，還有一句日本北海道。還去紐約哦？不是去玩。去唱給川普聽嗎？對，阿陽啦，因為參加合唱團嘛，嚇，要留幾片咧台灣同鄉會交流，所以去到紐約，去到芝加哥，就整套地方係。所以累積不少經驗。幾片咧客家單邊啊。對，你客家同鄉會。客家同鄉會。客家同鄉會哦。我有這樣的一個表演。會係。好棒哦。對，好棒。真棒，我們兩個還在這邊主持。有沒有？他們常常邀我啊。真的。對呀。然後呢？因為價錢太少。沒有啦，開玩笑。不要這樣，我還以為你的想法跟我的一樣。不啦，我曾經也碰到去美國表演的時候，也碰到個同鄉會，他們對啊，但是他們就有邀過了，但是剛好都有事情，對，好。安尼都家家來聽下都好聽的歌曲。好，沒問題。我唱老山歌。哦。安尼唱嘛該歌。平板。好。安尼淑姬姐姐。帶來一首《梅菜房中漸漸發》。好聽，來，過來哈。人生有百年呐，一日有长啊，云如了寒莫负啊，黑亮了风啊。云如了呀风啊，迎春彼此了何夕呀，论淡了长啊。三两猪肉，四两盐呐，人为了。
完美。是看表演。对，只是旁边两个比较紧张而已。啊，紧张啊，用味，咱用板呢，用板呢，欣赏恰克个欣赏。在根本嘅哎呀情形之下，亮煞，哎呀两位参赛者刘水凤，然后一个林妹妹亮煞吼，哎呦较有哎样嘅竞争心来，但是可能伊喺体育出场比赛，哎呀刘水凤哈，可能也係緊張啦。我相信應該緊張嘅層面嘅心態。再過來呢，我要剛剛也同安道威也評審先生都討論一下，一個歌詞部分。前面一個流水教授自己唱，佢咬字方面也都冇乜問題，但是你唱就有差很多。嚇，從你提及一個人生百年戲唱，人生一個城市，你唱到一個去到人生神。也注意你咬字方面部分哈。人生600年啊！第三段，佢就當明顯嘅唔記得歌詞嘅忘詞嘅，也家下一開始嘅時間，羅羅斯基就講過嗬，盡量歌詞一天來配熟。哦，扮了一天來對仗，但是因為就也歌詞唔記得落去，對你嘅分數可能就影響就相當大。唔怕，我係因為個你要用實力，但是自家心一天來活，一天來猜，將你嘅好嘅表現出來，應該就不至於講也用忘歌詞，係自家緊張演戲嚇，也自家就以後比賽時間就要注意。啊，呀妹妹呢，佢本身也音質坦白講，佢俾唱來也還算清好。但是有一點，人迷音，嚇迷音係冇乜嘅啦。尤其係老山歌，因為佢本來就輕慢咧，在你數迷音，哦，平安喊啦，你嘅迷腔嘅音冇乜啦，就點睇咧。平安喊啦。所以啊，以後你在比賽嘅時間，還你要注意下，還有你嘅詩唔是標到動態上，三兩豬肉唔是講咁樣記，雖然講佢係四十四年的三兩豬肉，咁就好咧，唔是講同佢每一隻詩，嗱講要同佢詩咬當中三兩豬肉，就有多少會感覺到誒較啱嘅位。唔怕，就強強嘅同佢創造咗嘅嗬，也以上係叫咩兩位兩位嘅比賽者，也係叫咩咧冇玩，也就坦白講冇法講嘅，嚇。佢喺嘅面上方面、專業方面，
吼，也做咧讲含创来相当好，好，也即以上今日对呀3位嘅一个好，安子谢，安子谢。谢老师，谢老师，谢老板。谢老师，是不是？按照来看本书哈。好，来看一下。刘水凤嘅本书。56。清楚也唔记得歌词。嘿啦，一大趴忘记。蒙词啊，哈。蒙词。马前尸体。好了，妹妹真娘多诶。哈，林妹妹。林妹妹嘅本书。谢谢老师。厉害啊，绿色西粉哇，这莫文迪也是养的呀，哈。养的哦，先恭喜哦。谢谢。再来看魔王嘅本书。还是要看一下。陈淑琪嘅本书。双栖歌姬。魔王请出场。因为专心买买，专心要买啊！那等一下我会放水。海春前呐。再来看魔王嘅本书，还是要看一下陈淑琪嘅本书。好的。哇，恭喜魔王！什么？这个韩国的粉书。哎呀，英国的呀，哎呀，英国的。这模本100分，那是对不起呢，还那个96分的呢。所以根本就对不起。啊，希望海上来聊哈。我姐姐来聊。好。哎呀，恭喜啊，林妹妹哈。妹妹姐，还有。恭喜。喊伊摆再来，好嘛？好做得。哦，变纠正了，哎呀，摆又冇纠到。哎呀，这个有帮到诶。新闻客家天气台本来的机会，是自己运气不好，没有带到了。好，自己歌词没带到。运气不好啊，歌词又没带到了，好，哎呀，下一次记得带来，好不好？一定带来。安尼哈，谢谢，老乡三位，安尼看下一组的慢进来。今日表现唔好，运气冇带到，本关心我的亲戚朋友，希望还有机会做得多天气台表演新闻台港。最迷组喽！好，来，中原健陈建基。好，来欢迎来到舞台当中。欢迎两位。哎呦，谢谢你好。两位好，今天要跟魔王 PK。帅哥美女。来，出一下，看出到买。云健姐姐。看下比魔王还慢一点。声音。好，来。哎呦，看到你咯。哎呦，好。双栖歌姬。歌姬啊，那是女生嘛。哎呦。出声一下好不好？魔王，忙得一那年给那年路塞。请魔王出场好不好？魔王请出场。冯平。今日當歡喜來到熱鬧嘅大擂台節目，今日來做魔王，譚帥壯，你都要注意哦。你好，兩位主持人好，朋友大家好。啊，你好，還是見過面嘛？是啦。在電視台嘅頭邊前那個歌，我有參加過那個節目。發行過專輯耶。韓國10分客家，10分。韓國英文的3個窗來。老點點啊，人家也去參加過是吧？對，當過嘉賓。方平老師中國人家是彈過嗎？有啊，因為專心買，專心要買啊！有，你看吧，這個排列的確是老師。粉絲，那等一下我會放水。不要亂開玩笑呢！因為佢要買專心啦。你的分數還在那邊。佢兩個比，你這好好嘅表現啊，你好嘛？哦，跟其他講，今日帶嚟買個歌。我今日唱肉山歌。肉山歌哈，雲感記。平板。好，魔王。帶來掌樂牌。哎呦，好彈嘞，彈過啦。
山歌来结缘呐。太人世子。唐尊喜呐，嘎嘎流。夫妇啊，太存钱呐。分数已經出來啦，但是呢，先談一下欣賞的公平啊，有請到王批數欣賞。俺感覺倆組動難拼呢，有傷腦筋哦。第一位總太記哈張大姐，其實我係第一擺聽伊唱歌啦，你給上音動降，音質非常的細緻，謝謝，而且就是表達的也非常的流暢。如果一定要講出一個小小的缺點，我覺得在體育給的體縫哈，小洗的地方，你的洗的中間會加一個溜，對不對？可是你的節奏好像接得太近了，你的洗溜洗，你好像是這樣唱的，所以聽起來會覺得比較急。然後還有你體育給老體洗給哈，你的尾音會噠滴的，好像跟
大部分人表现方式比较不同，对，可是也有你自己的味道，所以在这个部分我并没有扣分，我只是觉得整个非常的流畅，而且听起来非常的舒服。谢谢老师。然后陈大哥的哈，你的气非常足，对，而且你的韵也非常的漂亮，你的转音都你的。就是你在运气的时候，其实那个转音都做得很顺，不会让人家听起来 K K 的。可是如果要讲一个问题的话，就是停一下，后堂散够啊。你在换气的时候可以稍微停一下下，因为你体息给的家户户后面那个换气就时间是刚刚好的。可是你第二句就让人家觉得急了一点点，其实你可以讲清楚一点，散够啊。然后再唱，其实乐队都会等你的，那样歌词又会清楚。哦，唐牛，山歌来结缘呐。然后我喜欢你唱第3句“太饮 C 字”这一句，我觉得有你自己的诠释的味道，我觉得很棒。然后我们的魔王啊，方平姐姐，你也上啊，会勾音呢，会勾人的声音呢，引诱。对，可是今天有一点点小可惜，够吃。重臭嘞，有哈，听一段给师姐。最后一句就是歌词是阿哥出门，可是唱成了第1段的歌词，对，有一点点可惜。老师说要放水。老师，你今天真的放水呢？对，真的就放水了。哇，那这样老师会不会有影响到他的分数啊？不知道哎，你请罗英老师补充一下。补充一下。英老师。好，首先你先讲你的状态者吼，你基本上从你的平板从起来当顺畅，韩国你嘅音质吼，基本上从起来比上摆弹起来当明显很下好，吼，所以讲本意则建议吼，就係應該聽一記，莫少強人。作難意，嚇，因為你提一句有錢有緣笑嘻嘻，你唱到佢嘅表情就啲嚇笑嘻嘻，聽一句嘅些有點會奉獻應該感覺，跟就有一種感嘆要哎呀那種感覺哈，所以我嘅建議就係莫少強人嚇，揾作難意嘅中間加張那，嚇，就有一種氣氛要感染人的感覺，講入甜應該感覺。學我係安樣想啦，學做啲參考一下嗬。香港依個30年前水流動嗬，流嘅烏嗬，應該每日咬字係講做啲咬下清楚啲嗬，水流動。好，這樣子會給人家有水真的有在流動的感覺。好，我係安樣取到啦。哈，不過你見唔見整體從起來，我取到當好。就個來吼，川泰哥吼，你進步非常介多，真緊。不管係咬字啊，吼，香港嘅原味嘅表態，我取到都有進步當多。是係講呢個知、知、吃呢3隻嘅音，會發音發到下清楚啲。比如講吼，呢個第3句太人寫字彈轉去，吼，唔從起來彈起來從彈轉去。好，唐轉去，香港家家戶戶太村前，好村唔係太村前，係就係你嘅咬字做得下清楚啲，香港羅山歌做得從到安樣吼，唔會差嘞，好以後嘞，好，那就是方萍姐哈就不多說，你的功力依舊啦，係可能係你因為有點唱得比較忘我一點，但是我覺得整體彈起來冇讓響你本來彈嘅出來，你本來嘅功力，送大家。好，安子姐，好，嚟，冇印象應該唔會查檔到啦。嚟看分數咯，嚟看一下。總員揀嘅分數。謝謝。叫出師傅，謝謝。哇，厲害。好，陳堅傑嘅分數。3分，2分就按過，差到1分呢。哇，這個怎麼辦哈？對咯，先來看魔王咯。來，方萍嘅分數。9
方老师，我吓到吞了一个口水，浪太多了吧？太多，你连2个都让呢？因为你很公平呢，因為要買眼準時啦，因為哎呀個準備買眼準時，對對對。但是他講馮平老師唔係講衝到冇92分數嘅，佢歌詞調試錯唔錯，結果錯本季係2分數。沒有影響他的功力哦，沒有影響，沒有影響哦。謝謝方平老師啊，謝謝，謝謝犧牲很大，謝謝謝謝謝謝。基本上呢，魔王 PK 賽已經告一段落了哈。比賽攏動厲害哦。我相信還有好衝過的朋友哈，希望要大家的報名哈。報名專線0919383838，還有傳真電話0227778231。好，等下到了報名哈。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的收看，因為呢，還要多謝辛苦的評審先生安子生，謝謝。可以辛苦我們的小。謝謝老師們，謝謝。同時大家忘記了下禮拜扣的時間的時間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用下來，再見，拜拜。